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，相信講起阿豪新年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 Creamy， 畢竟忌廉妹係佢嘅女朋友，佢哋成日形影不離，有新年就 Creamy， 所以一講新年就會好自然諗起忌廉妹。咁曾幾何時，一講起新年，並唔係第一時間諗起忌廉妹，而係 Ashley 新年前女友，都係拍 YouTube 嘅。呢個 YouTuber 都算厲害了，今日就嚟講下佢。Ashley 大概2011年開始拍 YouTube， 專拍啲 vlog 咁樣，跟住成日着到好暴露，博人入嚟睇。除咗拍 vlog， 亦都有做下新年啲 MV 女主角，啲打扮又係賣晒肉嘅，唔係好適合俾啲細路仔睇。14年開始就拍遊戲片 cosplay 一下露下肉咁樣，每拍完一條片就 po 上高登，不斷宣傳自己啲片。嗰陣佢個高登 account 名叫做 Mr. Love， 十分煩，成日喺高登都見到佢，煩都算啦。啲片除咗賣肉就冇內涵，好悶。嗱，咁佢之所以咁搏，全因為佢係靠拍片揾食。除咗拍片就咩都冇啦，所以非常落力。高登仔叫佢着咩衫，佢就盡量跟住高登仔意思去做，滿足高登仔，所以好快佢就紅咗。好啦，跟住落嚟講嘅呢件事，可以話係令到佢一夜成為香港網絡界熱話。17年左右 Ashley 比綠帽新年大，講緊拍咗8年拖 ，Ashley 都咁狠心出軌背叛新年。嗰頂綠帽新年真係由頭笠到落腳，都笠咗好耐下。Ashley 多次新年去歐洲玩，去上海入貨，離開香港咁樣。嗰陣新年仲唔知原來頂帽經已戴緊，仲喺度傻傻地幫 Ashley 剪片。好彩最終都發現咗，原來自己經已戴緊帽，個女朋友原來係講大話，都唔係去歐洲，唔係去上海，而係次次都去台灣，同一個之前喺一個活動見過下面叫尼克嘅台仔 YouTuber 接觸聯誼，比冇新年大。我諗應該係見人哋台仔知名度高過新年，有比較下，所以棄新年而去。事件曝光之後，新年開咗個直播講呢件事，跟住同 Ashley 斷交。Ashley 就梗係俾人鬧爆啦，同埋冇咗新年幫手，自然都無法再經營自己個 YouTube channel 啦。就咁樣，佢個 channel 都停擺咗，冇再點樣出片。自此之後，大家分道揚鑣。新年揾咗忌廉妹一齊淘寶開箱， Ashley 就同個台仔一齊拍片，生仔成家立室。以前嗰啲賣肉片全部 delete 晒，從良修心養性，洗下底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清楚㗎啦，果然係物以類聚。新年咁嘅品格，自然就有個同佢差唔多品格嘅人跟埋一齊，仲送頂帽俾佢戴。Ashley 呢個真係一個典型 MK 妹故事，一開始揾個 MK 仔玩，玩到咁上下，從良揾人埋單，真係好衰，不過好有用。唔係咁衰，佢都冇得翻身，冇得再喺 YouTube 撈，人無恥真係變無敵。